去旅行打卡，無限換衫之秘密。D3高度感，點生篋啊？你係咪仲用緊傳統壓縮袋？擺件衫要伸到隻手撳入，得一個開口位，超煩啊！好彩我有 Air Lock Bag，可以270度打開，方便你塞爆佢啊！一於努力塞爆佢，塞到拉鏈都吃力，幾爆佢都冇有怕。Nova Pump 出動。D3即刻由脹脹的瞬間變成扁扁的，點睇得出呢度係有2個人7人嘅衫啊？對比起頭先滿晒，而家成嚿直接掉落篋，都仲有位可以擺其他嘢，真係購物狂一物啊！佢仲點戒都唔爛，仲超級防水，就算直接沖水抹一抹表面，再用紙巾試下，即刻完全乾晒啊！等我打開 check 下先，裏面嘅衫完全冇事，有咗佢，去旅行帶幾多衫，買幾多衫都冇問題啦。真空袋有 S、M、L 3個尺寸，仲可以配埋強力真空泵 Nova Pump。就嚟去旅行嘅你，快啲去 JB Shop 門市或者網站搶購啦！